國際消息來關心，美國總統川普在土耳其參加北約峰會期間，擱再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來會談，總算是同意授權烏克蘭在因的本土生產愛國者飛彈防衛系統。而另外一方面，因為烏克蘭是繼續咧攻擊羅西亞的煉油廠，造成國內欠油，即馬羅西亞是宣布要禁止柴油出口。美國總統川普車白在土耳其北約峰會場邊，甲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見面會談，宣布正式授權烏克蘭在因國內生產愛國者飛彈防衛系統。So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s we're going to give a license to you to make Patriots. That's pretty cool, right? This way you can't complain that we're not giving them enough. I say make them yourself. Patriot system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for today. The best anti-ballistic system. So we used a lot of. That's the best. Yeah, that's the best. 川普承認講，美國家己愛國者飛彈庫存有限，佮看怎講也是美軍成用，無會當交。烏克蘭若要愛，就授權應該生產。雖然講這項政策會當對根本上縮短烏克蘭的軍事供應鏈，不過專家認為愛國者系統製作複雜，費工真了時，過來也可能變做羅西亞目標。這屆也是川普甲澤倫斯基兩人今年6月法國這大工業峰會了後第2屆見面會談。川普表示，羅西亞甲烏克蘭攏希望戰爭結束，不過澤倫斯基甲普丁兩人攏真歹流利。問講兩人敢要佇咧莫斯科談判，澤倫斯基也用講算笑方式甲拒絕。Would you go to Moscow? It's difficult. There are a lot of Ukrainian drones there. That's why. It's dangerous. It will be dangerous. 事實上，烏克蘭最近真濟屆利用無人機去攻擊羅西亞煉油廠甲相關的石油設施，造成即馬羅西亞國內咧欠油，甚至佮宣布講要暫停柴油出口。羅西亞是全世界第2大柴油的出口國，敢若排佇咧美國後壁。消息一日出來，國際柴油的價格也攏起懸。另外，羅西亞又擱再轟炸烏克蘭首都基輔，佮有第2大城哈爾科夫，造成5個人死亡，55個人受傷。面對羅西亞的軍事威脅，北約峰會也決定要甲波羅的海3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數十年來空中巡邏任務升級做空中防衛，授權予北約派駐的飛行員會當直接炸毀任何有可能造成威脅的目標。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